一路美景，一路感叹。我满心欢喜来到了纳秀比如虫草之乡，也恰好赶上了纳曲市比如县第13届魅力虫草展销会。烈日炎炎的下午，我们第一站来到了举世闻名的达蒙骷髅墙天葬院。当我从天葬院子的西门踏进去时，看到用骷髅塞满的墙壁，既震撼又恐惧，想靠近又发怵，这就是最真实的感受。达蒙天葬台保存着逝者的头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看到他们就会想到自己的归宿，这句话很有哲理，警示着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认清生命的本质，放下执念，一心向善。冬虫夏草的故乡，比如在比如县怒江江畔，怒江园文成公主广场上的和亲浮雕栩栩如生。2017年，为了铭记唐代文成公主进藏途中给茫茫藏北草原所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生活，纳曲市比如县修建了怒江园文成公主广场。该广场中央是公主温泉遗址，据说当年文成公主在此驻留时，就在广场中央的温泉里沐浴。就是我心中向往的地方，虫草之乡一如。怒江第一湾位于比如县中部，平均海拔4100米。怒江从这里一跃而过，形成了怒江第一湾。这里的风景秀丽，环境优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怒江好似在急转弯，将山包围起来，从高处往下看，江面就像一只镶嵌了绿宝石的眼睛，圆圆地挂在高山之上。萨普冰川，西藏最有名的网红打卡地之一。每逢盛夏，萨普山顶冰雪皑皑，云雾缭绕，山底花红草绿，水草丰美。来到了萨普，仿佛来到了人间仙境。这就是藏北高原版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但是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每一个人眼里有每一个不同的萨普冰川，这就是萨普冰川。实现着你儿时的梦想，草地上开满了白色的帐篷花，你轻盈盈的身段，沉甸甸的身价，人们惊喜的